大家好啊，又係我還原妹啊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還原水嘅5大優點。第一，含豐富鹼性礦物質，譬如鈣、鎂、鉀、鈉，有助調節酸鹼平衡。第二，水分子團變細，大概6個分子團，更易滲透細胞，提高吸收率㗎。第三，具較強抗氧化能力，負氧化還原電位負250至負450 mV， 幫助清除自由基。第四，幫助促進新陳代謝同埋排毒，改善身體機能。第五，口感甘甜，容易飲用，而且有助維持身體健康同增強免疫力㗎。大家係咪都覺得還原水有好多好處呢？大家記住每日都飲多啲還原水，還原你身體好好嘅本質啦。好啦，今日還原妹講到呢度啦，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。